大家好，咁啊呢一個嘅海報咧，大家睇下啦，有中文啦，咁啊當然亦都係主要係日本嘅海報嚟㗎。咁其實呢個咧就係關於2027年橫濱世界園藝博覽會，咁呢個咧就會係喺27年嘅3月19號咧，係去到9月26號，個規模咧點樣形容咧？大阪嘅萬博咧係有155公頃，咁而橫濱嘅花博咧係有100公頃，咁啊比較咧啟德體育園咧係有28公頃嘅話咧，咁啊萬博大阪咧係有5.5個體育園咁大，咁但係明年呢花博咧橫濱嘅花博咧都有成3.5個體育園咁大，咁所以你可以幻想到其實佢真係一個好大範圍嘅一個嘅花博啦，咁而且佢個位置咧，咁佢就係屬於橫濱市西北方向，距離15至20公里啦，咁啊如果坐雙鐵車嘅話咧，亦都係大約20分鐘到啦，30分鐘內咧都可以到達到會場噶啦。咁而顧名思義花博啦，亦都有好多同花有關嘅活動啦。咁其實而家咧唔同嘅花卉咧都會同佢哋合作啦，係做好多嘅一啲展示嘅。咁夏妙園嘅草月樓啦，同埋而家我所講嘅鴨花卉咧，都係分別有同呢一個花博合作。咁啊，今次咧我係同你介紹就係橫濱27綠色呢一個國際博覽會嘅一個鴨花藝術展覽，9號到11號咧就會喺橫濱市政府大樓舉行。咁啊可以坐咧港未來線啦，Minado Mirai Sen，咁啊喺馬車道站落車咧就可以由1C入去噶啦。咁啊記住咧就係呢個展出有成300個鴨花作品咁多，咁而夏妙園咧亦都好榮幸咧可以係當中其中一個展出。咁啊嗱呢啲咧就係我做鴨花嘅情況啦。咁啊今次咧我展出嘅一個作品咧其實就係類似我而家呢一個相裏面嘅作品，但係並唔係呢一幅嚇。不過我係話俾你聽，我大約係做咗幅咩嘢作品啦。咁我係做咗2隻藍色西方鳥。咁啊，其實呢個藍色西方鳥咧，呢個 Western Bluebird 咧，亦都係一啲比較罕有嘅雀鳥啦。咁其實我都係呼籲啲人咧係唔好射殺佢哋嘅。咁我都幾中意做藍色西方鳥，咁呢都係我以前嘅作品嚟嘅。咁我話俾你知，其實我今次咧就係將呢2隻嘅藍色西方鳥咧係做喺一個，當然做喺呢一個樹幹上面咧，我就係用咗櫻花嘅。咁而咧背景咧就會係遠遠睇到富士山，咁類似係呢一幅咁嘅作品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捧場去睇下啦，就係9號到11號喺橫濱市政府大樓嗰度舉行。咁希望大家可以睇下啦，支持下啦。咁而今次咧有300個作品咁多咧，都係作為一個展出同埋一個比賽啦。咁而其中被獲選嘅咧就會喺27年嘅橫濱花博裏面咧就會展出噶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下所有做呢啲作品嘅老師啦。咁關於藍色西方鳥啦，嗱以前我做過呢一幅就做過。我第2本花藝書咧就係大自然之迴響嘅封面嘅，咁而呢一個作品咧亦都係慈善拍賣咗，捐助咗俾呢一個勵志協進會嘅朋友嘅。咁而咧花材方面咧，其實你見到啦，我都係用呢一啲花材啦，有櫻花花材啦，都俾你可以分享下。其實我哋好多時做鴨花咧係用啲咩嘅花材？咁而家咧你會睇到幾個唔同嘅花材，呢啲都係我採用嘅比較鮮色、淡色嘅呢啲係櫻花嘅花材嚟嘅。咁而佢哋係要喺最新鮮嘅時候咧摘落嚟，然後我哋要壓佢啦，並且要 keep 住佢。嗱呢個就係少少嘅草稿嚇，見唔見到富士山啊？咁但係咧完整嘅我就唔擺喺呢度啦。咁而家呢啲咧都係以前做落嘅藍色西方鳥。今次我用嘅花材咧係會用非洲菊、繡球花、兔尾草同埋3色堇嘅。仲有就係櫻花樹皮啦，同埋海棠。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喺9號到11號通知你嘅朋友啦，有機會可以去到橫濱嘅市政府大樓睇下夏妙園嘅作品。I hope you can come to see my press flower artwork, which will exhibit on the 9th to 11th of May at the Yokohama Atrium. And if you can ask your friend to go, please enjoy. 皆さんその内容は私の最近の推し花作品今週9日から11日まで推し花展覧会展示します。その内容好きだからお登録してください。展覧会にまた会いましょうね。